而家就港隊近呢就韋斯活都響度啦，紅色波衫係香港隊啦，藍色波衫係尼泊爾嘅。兩邊嘅門將都係兩隊波咧，就代表次數最多嘅紀錄保持者啊！一邊係葉鴻輝，一邊咧就基倫好啊！我賽前有一個就開儀式啊，外導員咧就早前不幸與世長辭嘅陳宇士。我先見到就用一次機會先啊，跟住嚟自呢個肥彭彭利拿起嘅喎。不過呢一個波就係有一個教球嘅衍生出嚟㗎，掟埋嚟甩喺高線頭，可惜啊最後就嚟玩一張都係少。另一次都係肥彭機會啊嚇！跟手呢個嘅罰球，如果都係佢啊，但係個處理就真係麻麻地啊！兩次機會咯喎，左腳發難到啦，右腳不過好靚 through 波埋去，逆水嗰條魚子南啊！可惜右腳狂抽就抽高咗。咁啊，見到魚子南佢入片嘅時間咧，稍就叫做早咗啲啲咁機會啫，啱啱佢等翻出嚟再射咧，就真係叫做係食咗波底冇辦法啦。咁都見到有一個嘅因為叫做係中佢哋試射啊，但係我先捧咗落啊。我本門將機會補先啦，頭先咧就叫公仔入指揮啦，錯啦。今次如果先啊，執個西根波咧就咁米高啊，少少就換條腰右腳咬射埋去。都算係做得唔錯㗎啦，但係今次林波亦都成功攻走咗嘛。可惜啲啊！呢個波就爭少少嘅角度㗎咋，如果你話射啲咧，絕對有個機會啊！另一次機會又係窄角度，又係罰球，又係史提芬彭利拿，結果都一樣喎。話喺上場就係俾你咁滿足咗啊！其實就咁個隊都有啲唔理先。搞到時間都係炒係邊個大嗰啲？呢個波就咧，嗰個罰球除咗大最可惜啊！亦都係好健康㗎啦，即係波佢即係換多啲啦，新聞波就條得。當時落咗香港隊嘅我哋張利啊，另外就呢啲阿陳俊樂等等啊，咁啊都係就同一時間後備登場，都希望咧就爭取到呢一場賽事一場嘅勝仗啊！但係其實咧就下半場嘅尾段方面，尼泊爾都有唔少快速反擊機會啊，包括呢邊嘅射手嘅卡奇啦，對住咧就係魚子南啊，但係魚子南嗰個嘅落力嘅程度啦、勤力啦，加埋個速度啊、回防方面咧，好搶鏡今日。咁啊，稍就真係喺個進攻方面咧，似乎就唔係太多機會俾到佢啊，好似呢一下嘅左腳射咧，就似乎有啲撳死咗啊！嗱，佢都叫做係有一啲嘅膽識，能夠可以係挑戰下對手。好啦，仲有一個咁嘅頂位置啊，罰球嚟自費蘭道，左腳 curse 龍門左手邊位置啊嚇，咁但係門將就冇判斷失誤嘅嚇，都叫佢輕鬆將波扶翻走先。尼泊爾嘅角球攻勢如何先啊？嚟自就文尼拉馬高波笠到埋去遠處位置，褪翻轉頭，再嚟一個獅子搖頭就嚟自塔曼，但係頂中咗波底啊！不過呢個波塔曼如果處理得好啲咧，有啲機會㗎，其實都係嚇。唔知港隊咧，下半場好多罰球都嚟自總路線右手邊嘅，結果就轉轉之間啦，中間混戰之中篤射埋嚟自洛迪古斯就唔成功，仲有多次機會都係差唔多位置嘅罰球啊，都係頭先嗰下嚟嘅，但係呢下就啱啱就叫走咗啦嚇。咁啊，其實喺下半場方面咧，就尼泊爾喺嗰個自己嘅後半場嘅犯規次數真係明顯係多咗好多啊！咁啊，加埋呢邊魚子南嘅突破添啦，咁啊搏到對面就文尼拉馬嘅落腳，結果文尼拉馬兩黃一紅係被逐離場噃。咁在臨尾階段方面呢，就港隊有打多一個人嘅優勢啊嚇，都希望將和局轉化成為勝仗。吳宇希犀利啲腳法，幾秀麗啊！我即叫翻埋右下角到林寶咁解。冇辦法啦，因為始終個空間有限啊。但係呢兩下嘅個人嘅技術咧，就真係 एनिमल प्रिन्ट बनाएको छ पुरा स्टाइल त्यो भुँडी अलिकति सुकाऊ अनि स्टाइल हुन्छ यहाँ मलाई पनि देखाउन खै म पनि हिँडेको देखाइदेऊ न